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的花圃注射站，大家拢是靠着台北联合病院的医护人员来支援来帮民众来注射。啊，为22号开始，搁爱来加开着夜间的注射的时段，爱到暗时的9点。而且病院迄边的工课嘛袂当来放，实在是真忝头。讲医护人员安尼一直操，得要载袂掉咯。打针的部分不要了，回去帮我多喝水，多休息哦。你最高纪录一天要打多少针啊？多少个人啊？不一定，有时候要800、900都有啊。然后喝水的时间有上厕所的时间吗？自己找时间。关心每一个注意风险的人，却是无闲通关心家己，真辛苦，心内搁较苦。台北花圃注射站、北市联医各院区拢必须要支援医护人员去注意风险。院内工作呢，都要双并走。医联工会讲，像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上悬的纪录，一天调15名助理医师，6个专科的护理师，15个助理医师定时占院内内科助理医师的一半。每一个专科的护理师负责本来入院10个病人的照顾工作，定是其他人爱加班。一旦22加开恢复夜间注射的时段，上少爱到9点才有到收工。安尼搁较欠卡手，若想恢复注射站15条动线拢总开，上少调派超过几百个医护人员。负责人是哪这个上头烧？把前一天值班的住院医师列入人力，等于是值班隔天早上8点下班之后没有什么休息。就去花博支援疫苗，可能一次去3到4个小时。我个人是希望在人力调度上可以考虑的更周全，而不是只是叫大家都出来做功德。花博的施打量一天呢，将近是15000人。那原则上我们是希望征召自愿的护理人力，那不足缺额部分呢，由护理长、督导长甚至护理主任这个层级都要来填补。讲好的津贴，退休医师一班5000，退休护理师一班2500，联医医师一班3000，那联医住院医师甲护理师一班400，就算400，工会讲到即马医院还未发，一直要求加班加点，就是无要加人。中央甲地方，干那想要冲注射率，也毋过心人去受到这辛苦的医护人员。